际委会在德国首都柏林开设新的办事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利贡艾莎参加了22日在柏林举行的开幕式。德国联邦议会议员保泽出席仪式并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关注了东突厥斯坦的人权灾难。香港立法会正式撤销了造成香港数月动荡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港府于今年4月向立法会提交这个草案，其目的是希望与没有引渡关系的台湾、澳门和中国大陆以个案方式移交逃犯。但是，这个提案触动了港人心中最敏感的神经，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送中抗议浪潮席卷香港。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香港立法会表示，他根据立法会议程规则正式宣布撤回条例草案。联合国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迈克尔·林克今天表示，国际社会有责任和法律义务促使以色列全面停止非法占领，并消除巴勒斯坦人实现自决面临的障碍。在向联大提交的年度报告中，迈克尔·林克分析了1949年日内瓦公约关于国家对国际非法行为应承担的责任和联合国宪章第25条。迈克尔·林克表示，国际社会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来履行和遵守这些文书所涉及的义务。他说，这一长达52年的占领，世界现代史上最长的占领的特点是占领国的严重的有罪不法现象。他在报告中关注了以色列在加沙继续12年的侵犯行为。博黑当局表示，博黑非法移民危机升级，该国已无力应付。目前，博黑无法找到合适的接收地来接纳滞留在该国的非法移民。据报道，大多数移民滞留在博黑和克罗地亚边境地区。具有复杂政治结构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面临着移民危机，因为那些想去西欧国家的人在过去2年里转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日本外相茂木明充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电话会谈，就日益恶化的中东局势进行了磋商。茂木告诉蓬佩奥，有别于美国主导的意愿联盟构想，日本已开始就自行派遣自卫队一事展开正式讨论。双方确认为缓和中东紧张和促使局势转稳开展紧密合作。日本先前表示无意参加美国在海湾组建的所谓护航联盟，考虑单独派遣海上自卫队赴这一海域护航。当地时间23日，俄罗斯空天军以2架图160战略轰炸机组成的编队降落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沃特格鲁夫空军基地，受到当地军政部门与民众的欢迎。南非国防军宣布，2架俄罗斯的图160核能力轰炸机将访问南非，预计俄罗斯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6点在南非执行首都比勒陀利亚附近的空军基地降落。